在中国的北方，有一武学圣地。武功的起源，最高深莫测的武学，千百年不出世的传统，直到传奇的开始。送你来少林寺，就是要你好好学习功夫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是大师伯。学武首重心静，心静则需禅修，禅修来自内心，在任何外界的干扰下，都要保持平静的心。打一套拳来看看。是。嘿，哈。事之中应维持不动的心，不动的心为二心，以禅入方可成形。少林寺的石头有，里面坐着一个人有；少林寺的和尚有，心里坐着一个佛有；少林寺的井水有，酸甜苦辣四种味有；少林寺的小沙弥，嘟。